约翰福音第16章。我已经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的信心袂摇动。世间人会甲恁赶出会堂，时得要到。要杀恁的人，拢会想讲因是伫服侍上帝，因为做这个代志，是因为因毋捌爸，嘛毋捌我。毋过，我已经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时到，会记得我有甲恁讲。我无对起头就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因为我一直拢有甲恁做伙。现在我得要转去找我来迄位遐，恁中间无人问我，你要去倒位？我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恁煞满心忧闷。不过，我着将实情甲恁讲，我去是对恁有利益，因为我若无去，为助者就袂来恁遮。我若去，我会找伊来恁遮。伊来的时，会甲世间人指正因对罪、对义、对审判的观念错误。对罪，因为因毋信我；对义，因为我得要去爸遐，恁袂阁看见我；对审判，因为这世间的统治者已经受审判。我也有真侪代志要甲恁讲，毋过恁现在还袂当了解。真理的神来的时，伊会带恁了解一切的真理。伊袂照家己的意思来讲，会照所听见的来讲，嘛会甲恁传播得要来的事。伊会将荣耀归予我，因为伊会将我交代伊的甲恁传播。我的爸所有的拢是我的，因为安尼，我才讲圣神会将我交代伊的甲恁传播。阁无偌久，恁袂阁看见我；又阁无偌久，恁袂阁看见我。有几若的门徒讲来讲去，伊甲咱讲，阁无偌久，恁袂阁看见我；又阁无偌久，恁会阁看见我。阁讲，因为我得要去爸遐，这个话是甚么意思？所以因一直问，伊所讲阁无偌久是甚么意思？咱毋知伊在讲甚么。耶稣知因爱要问伊，就甲因讲：恁因为我讲，阁无偌久，恁袂阁看见我；又阁无偌久，恁袂阁看见我。得问来问去是无？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会啼哭哀伤，毋过世间人会欢喜；恁会忧愁，毋过恁的忧愁会变做欢喜。丧父生囝的时有忧愁，因为产期已经到。婴仔一个出世，就无阁记得生产的痛苦。伊会因为婴仔已经出世伫世间来欢喜，亲像安尼。现在恁有忧愁，不过我会阁见到恁，恁的心就会欢喜。恁的欢喜无人会甲恁抢去。伫迄日，恁袂阁甲我问甚物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奉我的名，无论对爸求甚物，伊会赐予恁。到现在，恁还毋捌奉我的名求甚物，恁着求，就会得到，通互恁的欢喜满满。这个代志，我已经用譬如甲恁讲啦。时得要到，我袂阁再用譬如，会明明对恁讲起爸的事。伫迄日，恁会奉我的名祈求，我并无甲恁讲。我会替恁对爸恳求，爸本身疼恁，因为恁有疼我，阁有信我是对上帝遐来的。我对爸遐出来，来到世间。现在我要离开世间，转去爸遐。伊的门徒讲：现在你明明讲你无用譬如来讲，但阮知你无所不知，无需要人甲你问。因为安尼，阮信你是对上帝遐来的。耶稣应讲：即阵
恁有信无？恁看，时得要到，单已经到。恁话分散，逐个人拢转去家己的所在，放我家己一个。其实我毋是家己一个，因为有爸甲我同在。我有将这个代志甲恁讲，是要互恁伫我内面有平安。伫世间，恁有苦难，毋久着勇敢。我已经较赢世间。